天就不给你们拍什么搞笑视频了，给你们来一个头开木棍，双击评论666就行了。东方红，太阳升。臭嘞！假的呀！来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好消息，好消息是吴老师里边放了伟哥，能听3个小时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我姐没搁家，你还没钱花，我还来这大姨妈，憋死你个小王八！老妹儿，哥来了。今晚你要干不了1炷香的时间，我他妈就给你废了。2炷香都没问题，为什么说1炷香？我操，蚊香啊！爸啊！我考你的幼儿园了，老师讲课我听不见。咋整的？啊？咋整的？你大点音，我听不见。哎呀，不行，给家歇几天吧。太好了，那我先出去玩去了。帮你铺上来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1万1下，快呀！1下1万，快呀！你看看你，你还不如个狗呢！我